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澳洲社區快訊。一項針對400名澳洲成年人嘅最新調查顯示，澳洲人對總幾多彩票先至願意辭職嘅金額睇法相當分散。調查由 The Lottery Office 進行，並於近日公佈結果。根據調查，500萬澳元係最多受訪者選擇嘅金額。有27.2%嘅受訪者認為呢筆金額足以俾佢哋安心退休，但另有20.1%表示至少要1000萬澳元先會選擇離職，而21.5%嘅人更為保守，認為需中到5000萬澳元或以上先會真正停止工作。同時，亦都有部分受訪者態度截然不同，約19.23%嘅人認為只要中到100萬澳元便願意辭職，而11.9%甚至坦言唔到100萬澳元亦願意提早退場。專家指出，對總獎金額判斷分歧，反映澳洲家庭對未來財務安全感差異甚大，亦都反映生活成本壓力下，民眾對財務自由有不同想像。最新公佈嘅移民數據顯示，澳洲喺2024至25財年共核發32.1萬張打工度假簽證，比前一年大增超過1/3，創下新高。當中增幅最明顯嘅係英國申請者。受澳英自由貿易協定影響，英國旅客嘅申請年齡上限放寬至35歲，並取消偏遠地區工作嘅延簽要求，令英國人喺上財年取得7.9萬張簽證，佔總量大約1/4。相比之下，法國、愛爾蘭、日本同德國等主要來源國仍需完成偏遠地區工作，年度批准量維持喺1.6萬至4.2萬張之間。分析指出，全球生活成本上升，加上澳洲勞動市場強勁，係推動打工度假簽證需求攀升嘅主因。但冇上限嘅簽證制度，亦都令臨時移民規模更難預測。前移民部高官表示，若果政府要壓低淨移民數字，最直接嘅方法可能係取消除英國以外國家嘅第3年簽證資格，但目前並冇相關政策方向。澳洲社區快訊報導最新熱話，只要到 TVB、Anywhere 或者 ACE 澳華娛樂社交平台都能夠收睇得到。歡迎大家提供任何本地資訊。我哋下次再見。